國慶黃金週香港人去晒邊啊？點解放長假期香港反而變成封城呢？再咁樣落去，香港旅遊業可能真係好快玩完㗎啦。咁除咗香港人啦，內地遊客都一樣啦，一年比一年少啦。咁大家睇睇啦，咁香港酒店咧都好冇乜人住啦。咁我記得咧7年至8年前，咁無論5·1又好，國慶又好，咁呢啲嘅節日，尖沙咀旺角咧都好多遊客嘅。咁嗰陣時好多嘅藥房啦、美妝店啦，甚至零售業咧都好多內地嘅遊客大旺。咁嗰陣時成個經濟體系都好好嘅。但係咧到咗近呢幾年啦，根據食環署嘅統計啦，香港今年大話話咧都有成2000幾間嘅食肆執笠啦。咁我哋自己都係做零售業啦，咁我哋高峰期咧一日都做成萬幾2萬㗎，咁啊而家嘅話內地遊客又冇乜買嘢啦，咁我哋本地人消費力咧又好疲弱喎，咁就到咗呢幾年，咁生意額都下跌咗成6至7成㗎啦。發現咧，依家嚟香港嘅遊客咧，好多都係後生仔，佢哋其實咧消費力都好有限，更加多咧係嗰啲特種旅遊兵，做好晒打卡攻略，唔會浪費任何時間同埋旅遊預算，全部都係去網紅景點影相打卡為主，食嘅話最多都係茶餐廳。甚至係麥當勞搞掂，甚至好多都係即日來回香港返深圳，就算留喺香港，因為香港酒店住宿實在太貴，好多都係麥當勞嗰度過夜嘅。除咗遊客啦，香港本地人一到節日都更加唔願意留喺香港消費，全部返晒大灣區，服務又好，選擇又多，價錢又平。唉，作為香港人同商戶，其實真係見證咗近呢10年嘅旅遊業嘅變遷。咁我哋都改變唔到呢個情況啦，我覺得就咁落去咧，香港旅遊業咧都真係好快玩完㗎啦。咁唔知你又點睇香港而家呢個情況呢？